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万科的消息今天这个港股和沪市房地产股有所反弹看上去像是在诈尸实际上它确实就是诈尸。财联社1月15日电截至发稿，富力地产涨 3.92%， 雅居乐涨 3.23%， 碧桂园涨 2.44%， 新世界发展涨 3.4%。 我看万科涨了 3%。4%左右，这叫抽风1月15日，上海清算所公告显示，万科万科就是一只债券持有人会议将于1月21日召开。面对即将到期的债务压力，万科在此次会议中提出了4项特别议案，为持有人提供了从全额展期到部分兑付差异化选择，在核心的本金兑付上方案跨度较大。议案1寻求最基础的全额展期12个月。议案3提出 40% 本金兑付加 60% 展期1年的方案。议案4较为折中，提议先兑付 5% 的本金为换取空间。议案2与议案4同步申请，将本息兑付宽限由30个交易日大幅延长90个交易日，以避免短期债务风险违约为争取达到 90% 以上表决权通过的高门槛，万科还拿出了实质性筹码，在议案3、4中承诺向同意议案的持有人先行实施10万元的固定兑付。议案3更将深圳、廊坊及北京3家项目公司的应收账款打包质押作为增信措施。这4套方案的推出显示出万科正试图通过多维度的条款组合，在有限的资金盘子中寻求与债权人最大公约数。新浪财经报道也就是在挣扎说来说去跟这个债券的持有人讨价还价，就是为了维持不违约，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不如现在老老实实就说违约了。你现在不违约，那马上又一笔要到期，后面还有到期的，1年以后你就有钱了吗？这都是在做无用功苦苦挣扎当然了，陷入苦苦挣扎的其实不是万科一家我们看看这个有媒体报道说媒体根据公开的数据统计19家房企披露裁员超30万人。19家主要房企在过去几年间已披露的裁员总人数已超过33万人。房地产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与收缩。裁员人数最多的 Top 3第一个是碧桂园，裁员约11万人；第二个是富力地产，裁员约 4.2 万人；第三个是中南建设，裁员约4万人。裁员比例最高的第一个是阳光城，裁员比例 92%， 中南建设裁员比例 86%， 中粮控股裁员比例 86%， 碧桂园裁员比例是 86%， 金科地产裁员比例是 85%。 这个说是自从恒大爆雷以后这么几年里面，这些房企一共要裁掉33万人，这个还没算什么恒大楼市低迷，对吧？直接冲击了这40-50万从业者，房地产行业的这岗位没了，不是说把这些人裁掉换新的，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岗位就没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工作难找，开网约车的越来越多，外卖骑手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这些房地产从业人员呢，他们有的直接去送外卖了，开网约车，有的是改行，有的当这个房产中介。但是你不管改行还是干啥，你把别的行业挤进去了，别的行业就有人又出去了，传导，对吧？这个传导效应呢，挤出效应，这还只是房地产行业你再把房地产上下游，什么设计院、建筑单位、家电企业、水泥企业、建材企业，这影响的人确实不少这是直接冲击我们再看看这个滨江集团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这个媒体报道是滨江集团2022年年末员工数量1727人，2024年年末员工人数1664人，裁员63人，裁员比例 3.65%。 滨江集团2022年至2024年间其员工队伍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这家房企在面对行业深度调整时所采取的策略，不再追求规模扩张，而是转向打造一支精干、高效、能打硬仗的团队。这3年只减少了60几个人，说明他人员没什么变化根据这个科尔瑞预测数据显示，2026年至2030年期间，中国商品住宅一二手交易总量预计将维持在8到9亿平方米的规模区间。
实际上就是商品房啊，就是住宅，一手加二手，新房加二手房，一共是8亿到9亿。我觉得这个恐怕稍显乐观呐。为什么呢？也就是经济形势不支持，现在的环境、现在的观念也不支持。虽然有很多人啊在那儿说这个房价要涨，但是刚需房确实承担不起啊。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以这个西贝为例啊，我今天看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啊，说西贝将关闭102家门店，最严峻时西贝全国门店客流量暴跌45%。近日有网传消息称啊，西贝最新一次会议中提到将一次性关闭全国102家门店，占门店总数的30%。今日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对媒体回应该消息属实。对此，第一财经记者向西贝相关人士求证，对方表示报道信息属实，以贾总的信息为准。西贝的关店与2025年9月经历的预制菜风波有关，是西贝成立以来经历的最大挑战。2025年12月，西贝一位内部人士曾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最严峻时全国门店客流量暴跌45%。该内部人士直言，现在肯定是亏钱的，现金流压力很大。大家还记得吧？我记得前不久啊，这个贾国龙不出来道歉嘛，对吧？说自己欠考虑，冲动了。很多朋友关心我，关心西贝，打电话来问，一并答复吧。这是凤凰网财经报道啊，说贾国龙在说啊，他说截图信息基本是准确的，遭到铺天盖地的污蔑125天，17000西贝员工尽力了，我们不求人，就靠自己，拼了整整125天。其表示啊，我贾国龙不懂公关，我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了38年实业，带领17000人为顾客做服务的人，我为什么要懂公关？是不是这个世界上不会诡辩的普通人就该被欺辱？连续11年中式烹饪正餐营收第一名，员工工资、福利待遇都属于行业前列，每年接待顾客7000万人次的西贝，难道是靠公关走到今天的吗？这是这个贾国龙他发的一个朋友圈啊，他说这次关闭的102家门店在1季度陆续完成，所有不得不离职的员工工资1分钱不会差，所有顾客储值卡随时可用在其他门店，想退卡的立刻就退。有些接了年夜饭的门店虽然立刻关闭，损失会更小，但我们会履行对顾客的承诺，再坚持1个月，接完最后一餐再关，服务一如既往，菜品一如既往。大门关闭的前一秒，西北人的努力一如既往。接下来时间我们会继续拼，争取活下来。我本人没有西北之外的任何资产，没有国外资产，这些年只有北京1套房，呼和浩特的房子是租的。我有2句话，一生只做一件事，西贝是吧？一生只爱一个人，我的妻子战利平。只要我还在这儿，就和西贝在一起，和每一位顾客在一起。这是贾国龙啊发的一个朋友圈。为什么要说西贝呢？我感觉啊，贾国龙走到今天还没整明白，他为什么遇到了挑战，为什么现在要关掉30%的店，也有2000多名员工啊要失业。这个经济大环境下，餐饮行业本来就非常难干。表面上看啊，是罗永浩对吧？质疑他的菜品是预制菜，这只是表面现，这只是一个导火索。没有罗永浩的质疑，也会出现其他的事情，对吧？他只是把这个皇帝的新装啊，像那个对吧，像个小孩那个说出来一样啊，一语道破而已。这个西贝啊，在罗永浩说他这个预制菜之前，他只是维持一个表面繁荣，看人家好像还行。实际上大环境大家都知道，整个餐饮行业，咱们经常做节目，对吧？那关店率是80%啊，在这种大背景下，西贝关门这很正常，对吧？他只是很侥幸，什么排第一，什么这个什么那个都是表面现象。罗永浩这个只不过是个导火索。实际上罗永浩这事一过，对吧？很多人挺西贝啊，贾国龙的，不是各行各业嘛，都有代表说要吃就吃西贝。还有胡一静老师被人力挺西贝嘛，还去西贝去吃了，然后西贝花了啊，好像3个亿还是几个亿的这个优惠券，然后西贝菜品价格下降，对吧？就是调低价格，这一切都无法挽回。因为这个大背景就是我们都在勒紧裤腰带，能不去吃就不去吃了。不是西贝一家遇到问题，是所有的中餐厅都遇到问题。我记得咱们以前说过一个数字，对吧？中餐厅客单价最高的还是北京，人均是113，那其他地方都是80，还有很多地方
150就是客单价呀，人均呢。上海那高档的餐厅都在关门，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从餐饮行业对吧，这种残酷内卷，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经济，就是消费。那么的5星级饭店都出来外摆，就说明已经惨到什么程度了。而且咱也说过了，外摆它也摆不了多长时间，该关门还得关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你说这个房子还能保持8亿到9亿的交易量，这个就有点乐观啊，有点乐观了。讨论这个房地产，你不能脱离实际，对吧？就跟那些经济学家一样，动不动就稳了，他完全不顾这个韭菜的收入，也完全不顾韭菜的就业。你看这个房地产行业就将近40万人，这岗位没了，这个西贝一关门啊，2、3千的岗位没了，多少人没有工作，多少人收入在下降，脱离了这些，然后就天天讨论这房价稳住了，有点不切实际啊。这个不能说是唱空啊，咱们还得要结合实际，毕竟房子是要花钱买，没有白送的嘛。你看这个专家又说了啊，说现在是买房子的好时候。中指研究院院长穆天全他说啊，现在是买房子的好时候。第50届清华大学中国世界经济论坛1月13日在线上播出。中指研究院院长、普凯能源董事长穆天全表示，对于房地产的看法相对比较乐观。他谈到啊，过去12个月之内，求是杂志4次特约评论员文章，2次讲了房地产。房地产低潮也差不多5年了，调整也差不多5年了，金融属性也好，或者说民生相关也好，跟大家的关系太大了，跟国民经济的关系，跟每个家庭的关系，跟每个地方化债的关系太大了。他还谈到要买房子现在是一个好时候，你不能说它跟民生关系大，对吧？跟大家的关系大，跟国民经济关系大，它就要涨吧，或者它现在就是买房的好时候。这个专家也是一拍脑门啊，完全不顾这个房子是过剩。工人日报啊，他今天有篇报道叫以租代买受年轻人青睐。近年来以租代买兴起，从租房租车到万物皆可租，租赁消费拓展到更丰富的品类，消费者不再执着于拥有，更注重使用，以更加灵活的形式享受更高品质的消费体验。他这里面说的比较多啊，最后说啊，不过作为一种新兴消费方式，以租代买也存在一些亟待规范的问题。不少消费者反映遇到商品质量差、发货不及时，商家以各种理由扣取高额押金等问题，也有商家曾遭遇消费者拒绝归还商品等情况。说的就是租赁行业啊。为什么说这个呢？就工人日报报道的，它这挺长，实际上就说明现在年轻人观念在转变。过去啊，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刮起的风嘛，或者是叫老传统、老规矩，结婚就得买房，对吧？你不买房，丈母娘就不让结婚，所以对吧？叫木守成规吧，约定成俗，好像也不用别人说要结婚就得买房。但是现在你看，人租房也能结婚呢，没毛病啊。丈母娘已经不那么执着了啊，年轻人观念在变。当这个买房、结婚它不再是刚需的时候，现在本来结婚的就少，生孩子也少，对吧？一般是结婚的时候第一套房刚需嘛，然后这个生了孩子，突然这个发现房子就小了，生了孩子就相当于家里多了几个人呢，对吧？你还得多个保姆或者是父母过来带孩子，这相当于就多了好几个人。你那个结婚的时候房子就小了，所以就得改善。你看这都是一套啊，互相影响。那现在对吧，结婚就少了，即便结婚的很多人他租房住，生孩子人家也不买房，对吧？再租个大点的。也就是当这种刚需不再刚的时候，你怎么能而且人口还在下降，你怎么能希望一年还能卖8亿到9亿平米的房子？这个确实啊过于乐观了。大家还记得吧？北京不是出台了新政吗？也就是什么3改2、2改1。虽然媒体说啊，北京新政之后，对吧？看房的人多了，买房人多了，但实际上还是啊一片水花都没有溅起。相反，倒是让很多这个房东啊把房子挂出来卖。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人说啊，他说北京楼市迅雷不及掩耳，西城区待售二手房已由5542套涨至9236套，也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夜之间啊，西城区的房子翻了1倍，就是待售的二手房挂牌。西城房价就是北京的西城啊，那不就是学区房吗？跳水3万一平，9000套房一夜涌现真相。他说啊，前2天夜里躺床上翻房地产 APP， 西城区的房源像雨后蘑菇蹭蹭往上冒，看着人心里发毛。上个月群里老张还说挂牌才5500，这才几天9200都挡不住了。我专门扒了链家、安居客几个大平台，好家伙，密密麻麻全是新房源，连10年前都不带这么密集的。数字上
量各家差个几百套，有的报9500，无所谓，趋势摆在这儿，卖房的人突然集体醒了，也就是都在卖房，都把房子挂出来卖，买房的人都在观望。那么要说二手房哪个城市卖的最多呢？中国房地产报给出了答案说2025年哪个城市卖房最多？成都。文章说全国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交出2025年年度答卷，综合机构披露的各大城市商品住宅成交数据。2025年成都以 32.6 万套总成交量，是新房加二手房位居全国首位。上海卖出 32.4 万套住宅，市场容量与活跃度表现突出。武汉 21.3 万套，北京 20.9 万套紧随其后。以成交面积看，2025年成都新增住房成交面积3107万平米，同样位列全国第一。上海以2942万平米成交面积位居第二，北京以2220万排名第三。值得关注的是，绝大多数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量均已超过新房，存量房主导特征日益明显，一线城市表现尤为显著。2025年上海二手房成交 25.4 万套，占新房和二手房总成交量80%以上。北京二手房成交 17.4 万套，占比同样超过80%。成都二手房成交 23.2 万套，占比超70%。上海、成都二手住宅成交面积均接近2000万平方米。科尔瑞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3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累计成交 2.14 亿平方米，为新房的 1.85 倍。数据表明，二手房已成为决定市场整体走向的绝对主体，其流动性与价格走势正深度影响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逻辑。2025年成都新房成交 9.18 万套，二手房累计成交 23.4 万套，一二手住宅成交总量 32.6 万套，连续4年领跑全国市场。不过相比2024年，其新房成交量减少7819套，二手房成交量则增加2578套。那这个是得益于成都它的人口增长。成都长期位居全国人口增长前列。根据2024年统计，其常住人口数量2147万，比2023年末增加了 7.1 万，近1年净流入人口30万，年轻人口持续流入，带来了庞大的刚性以及改善性住房需求。不过房地产报也说了大量成交背后也反映出房东价格预期持续调整，也就是二手房价格一直下行目前成都二手房成交均价 1.22 万元每平米，较2025年年初下跌2000元每平米，跌了10%几一年。从目前超过30万套的挂牌量来看，市场面临供大于求的压力。那么上海呢？这也是房地产报说的，不是咱们在唱空上海二手房市场呈现量增价跌走势。2025年二手房成交总量25万套，创下4年新高，仅次于2021年的28万套。2025年上海二手房市场仍然是以价换量。怎么以价换量呢？远郊部分房源价格回到2015年末这个可是房地产报说的上海远郊的二手房价格已经回到了10年前，也就是大概外环外吧，也就是上海、成都、北京这些二手房成交占比在提高，新房在下降，但是同时房价是在下跌。如果大家都在买二手房，那你跟开发商就没关系了，跟政府也没关系。二手房交易再活跃，政府的地也卖不掉，开发商手上的房子卖不掉，那还是暴雷我们再看一条新闻这是南国早报报道说，停水停电，业主称被逼交物业费，多方回应业主质疑物管变相催费。1月13日，广西贵港金科博园府小区突发停水，停运电梯2小时，20多栋高层以及别墅区住户生活受到严重影响，33层的住户被迫步行上下楼，老人和小孩出行受阻。物业公司称系多数业主未交电梯电费致停运，业主则称他们是对物业公司服务质量不满意才拒交物业费。业主李明称，金科物业延续 1.65 元每平米的物业费标准，额外增收 28.5 元每月电梯费等，而此前的碧桂园物业已将电梯费包含在物业费内。业主普遍认为金科物业服务质量与收费不匹配，未达合同的约定等级，存在公共区域维护之后投诉处理低效等问题，要求按照物业
等级降低物业费。但未果，当天上午，当地住建部门、街道办紧急介入调解，经相关部门数小时协调，双方达成临时共识。当天上午10时许，电梯恢复运行，物业公司承诺供水也同步恢复。目前已恢复3天的电梯供电。现场参与协调的住建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否能够保障后续居民使用电梯以及用水问题，则需继续调解。记者向供电公司了解到，当天上午，金科博园府小区所在片区电力均正常供应。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呢？对吧？就是业主不交物业费，说物业你的服务配不上你这个收费标准。物业说我没钱，交不起电费，所以电梯就得停运；交不起水费，水就得停。你说这叫什么事？都是钱闹的啊，就是缺钱。这个矛盾呢，归根结底还是房价跌了，楼市下行了，业主是遭受双重打击啊，一个是房子不值钱了，贬值；第二个收入下降，业主有可能失业了。所以在你这个金科物业收的还不便宜，那业主当然得挑毛病啊，挑毛病最后那就拒交物业费。这个办法比较简单啊，就是业主委员会对吧？把这个物业给解除合同不就完了吗？物业啊，对吧？你没那水平，你就让别的有水平的对吧？有能力来运行，因为归根结底是你的服务达不到标准嘛，对吧？让这个业主觉得不满意嘛，业主自己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的交的是高昂的物业费，结果物业你服务还跟不上，让业主觉得亏。所以说这个什么街道啊，什么住建部门协调啥呀？不用协调对吧？让那物业滚蛋，换一个便宜的物业，或者让业主自己组这个物业，小区自治啊。现在很多小区都是自治啊，也挺好，没有物业在里面吃拿卡要。我们以前节目介绍过啊，现在全国的这个趋势是物业费是在下降，没有办法，因为这经济不好，大家收入在下降，物业费也在下降。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